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欧周五痛批亚马逊、苹果和耐克等美国企业对外界指控中国强迫劳动的情况视若无睹，并造成美国消费者成为北京压迫政策的帮凶。美国参议员外交委员会就中国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镇压行为召开听证会。鲁比欧在会中表示，许多美国企业尚未觉醒意识到他们正从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获利这个事实。鲁比欧说，像耐克、苹果、亚马逊和可口可乐这些企业以太长期使用强迫劳动力，他们从强迫劳动获利，或向疑似使用强迫劳动力的供应商采购。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企业造成我们所有人成为这些罪行的共犯。与共党参议员凯恩一同带头召开听证会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马尔基则指出，有些美国科技企业从中国政府的权威监视产业获利，许多他们的产品现正用于东突厥散。在人权团体和媒体披露中国当局如何建立维吾尔人 DNA 资料库后，媒体赛默菲舍尔科技2019年宣布停止出售基因定序设备到当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琼通了电话，讨论了一系列双边和国际议题。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项声明指出，在谈到新冠疫情大流行时，布林肯强调了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合作与提高透明度的重要性。布林肯还特别对香港民主规范恶化，以及对东突厥散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成员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表达了美国的关切。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报道布林肯与杨洁琼通话一事时引述杨洁琼的话说，美方应与中方一道努力，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确发展轨道。杨洁琼还敦促美方恪守一中原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在谈到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杨洁琼呼吁美方尊重事实和科学，不要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布林肯也呼吁北京停止针对台湾的施压行动，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布林肯与杨洁琼讨论了美国对朝鲜政策进行的全面审查，强调美中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合作的必要性。中国研究人员近日宣称，他们从蝙蝠身上找到了未曾被发现的24种冠状病毒，显示其带源病毒有丰富的多样性，很可能可以传播给人类。据报道，山东大学研究人员于2019年5月至2020年11月间，在云南采集了许多蝙蝠粪便、尿液和口腔黏膜样本，总共发现了24种新的冠状病毒，341个病毒基因组，其中4种病毒与造成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非常类似。甘肃白银马拉松21人遇难事件调查结果公布，27名相关人员被追责，其中对景泰县委副书记、县长给予免责。景泰县委书记李作弼对事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但李作弼在事件发生后坠楼死亡。5月22日，甘肃省白银市举行的一场山地马拉松100公里越野赛因遭遇极端天气致21人遇难。甘肃省委、省政府成立联合调查组，于周五召开新闻发布会，并通报了最新调查结果。调查认定，这是一起由于极限运动项目100公里越野赛在强度难度最高赛段遭遇大风、降水、降温的高影响天气，赛事组织管理不规范，运营执行不专业，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
社交媒体和科技巨头在世界各地都遭受了网络攻击，超过2600万用户的所有账户信息被盗。根据网络安全提供商 NordLocker 的说法，有300万台装有 Windows 软件的设备成为攻击目标。苹果、亚马逊、Instagram、推特、Netflix、eBay 和脸书等平台也遭受了网络攻击。根据 NordLocker 发布的报告，罪魁祸首是一个自定义恶意软件，它在2018年至2020年间通过恶意版本的盗版游戏和 Windows 破解工具进行传播，从220万台 Windows 计算机中窃取了这些数据。这些泄露信息包括660万个文件、2600万个登录凭据。该公司在报告中补充说，网络摄像头也被恶意软件劫持。